智富通創業軍師係由香港貿發局創業快線全力支持。近年嚟，政府致力提升社區藥房同埋大型連鎖藥房嘅功能，令到市民可以喺社區接受藥物諮詢嘅服務。我哋今集請嚟嘅創業家就研發出一套電子系統，為基層醫療嘅領域出一分力。Albert， 點解咧你會研發呢套電子系統咧，去配合嚟緊社區藥房嘅發展咧？我哋嘅初心都係覺得咧，喺社區裏邊用藥咧，最緊要用藥安全。但係我哋發覺咧，喺社區裏邊用藥嘅藥物標示咧，其實都好複雜。例如一啲唔同嘅藥物嘅標籤咧，佢哋都係大部分以中文啦、英文為主。咁對於啲老人家，可能佢拎咗5包啊、10包嘅藥嘅話咧，睇上嚟就會好辛苦啦。咁我哋都睇過，會唔會有啲地方可以用有一啲叫做圖示嘅藥包咧，可以令到啲老人家去用藥會更加方便咧？就好似呢啲咁樣，我哋就可以將我哋嘅藥物標籤可以更加清楚，例如早上啊、夜晚去食，或者係食完飯之後食，咁樣可以俾佢哋會更加容易去掌握用藥安全呢方面嘅資訊。咁我哋亦都見得到啦，坊間裏面咧係冇一個好嘅系統可以支援得到呢啲咁嘅藥物圖標嘅，咁所以我哋就建立咗我哋呢套系統。咁你呢套系統咧，其實用咗邊種嘅主要技術，同埋平台主要有啲咩功能咧？我哋嘅系統咧，最主要以一個雲端技術去做啦，咁可以咧令到唔同嘅藥房啦，可以好簡單咁樣遠端咁樣咧，去可以去聯繫呢個系統啦。咁第二樣嘢咧，個系統上面咧，我哋都知道擺好多病人上面嘅資料嘅，咁上面咧我哋會擺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安全嘅認證啊、安全嘅一個規範啊，令到所有嘅資料係可以保持得好安全咁樣去俾到病人。咁你同埋咧呢個平台咧，而家咧有同邊啲機構合作緊嘅？我哋由2020年開始啦，咁我哋同醫護行社開始我哋呢個合作關係啦。咁陸續呢幾年咧，就有10間唔同嘅一啲社區藥房啦、NGO 嘅藥房用緊我哋啦，例如樂善堂啦、聖公會啦，唔同呢啲咁嘅機構去用緊我哋嘅平台。頭先講到啦，你哋嘅系統咧都用咗雲端嘅技術啦。除此之外咧，都有一個應用程式咧俾市民使用嘅。其實呢個 app 咧當中可以有啲咩功能，同埋咧市民點樣可以運用呢個 app 咧？好啊，因為我哋而家暫時同阿添講啦，我哋藥房系統大約只有10間到20間左右嘅藥房用緊我哋啦，咁亦都好想將呢啲藥物標示嘅藥物圖標嘅認證式呢樣嘢咧，可以多啲人用啦。咁會唔會有個 app 好方便俾到佢哋影一影相個藥物標籤嘅話，佢就可以產生嘅藥物標籤咧？咁所以我哋就做咗呢一個 app 出嚟啦。咁呢個 app 我哋裡面擺咗個技術就係一樣嘅 AI 技術啦，佢點樣去認嗰啲藥物標籤啦。第二樣嘢我哋都令到希望更加多唔同種族嘅病人可以用得到嘅話，所以上面咧我哋可以出得到中文啦、英文啦、印尼文啦。嚟緊我亦都會支援就係尼泊爾文啊、烏都文啊唔同嘅語言，等香港嘅少數族裔更加可以因為有我哋個 application 可以令到佢哋更加會容易知道藥物嘅用法，等佢哋自己照顧自己。如果有啲病友或者有啲有需要人士咧有問題嘅時候咧，又點樣可以可以喺短時間內幫到佢哋咧？好啊！我哋有2個方法嘅。第一樣嘢啦，當然佢哋可以用我哋嘅下載我哋嘅手機應用程式啦，咁可以攞到一啲基本嘅掌握嘅資料。例如大家時候平時都會話飯後食嘅，咁其實飯後幾時食咧？咁原來飯後係半個鐘至到1個鐘頭食。咁我哋個手機應用程式咧會將呢啲基本嘅用藥嘅常識我哋會介紹翻嘅。但係當然啦，假如佢對於一啲藥物上面更加複雜嘅嘢需要知道咧，其實佢可以用我哋嘅藥房系統咧。我哋每個藥房系統後面咧都會有唔同嘅藥劑師，佢哋會有一個聊天機械人啦，佢哋都可以喺上面咧去解答病人嘅資訊嘅。作為一間初創公司啦，頭先都聽你講啦，其實你哋公司嘅服務咧都越嚟越廣泛嘅，差唔多都發展咗4年嘅歷史啦。喺呢4年期間咧，你哋會唔會咧參加過一啲唔同嘅創業比賽，同埋從中會獲得譬如可能講緊初創嘅，除咗資金技術之外，可能人脈都非常之重要嘅。有冇參加過類似比賽咧？係啊，我哋都參加唔同嘅比賽嘅。就最近一次咧，我哋就參加 TDC 嘅創業快線比賽啦。咁喺創業快線裏面嘅比賽裏面咧，佢哋俾咗我哋好多嘅支援。例如我哋啱啱1月嘅時候咧，去咗美國嘅 CES 嘅展覽咧，都係由 TDC 嘅同事咧去幫我哋聯繫呢樣嘢啦。
去識到當地嘅唔同嘅用家啦。第二樣嘢亦都嚟緊，我哋都會講，我哋做緊東南亞語言嘅話咧，亦都好想希望喺東南亞發展。咁我哋都透過 TDC 嘅同事咧，可以接觸到當地嘅機構啦，去問佢哋嘅需要，同埋睇翻我哋個系統可以點樣去延伸喺嗰啲地方。都要恭喜你哋啦，因為你哋都係咧舊年呢個創業快線咧其中10名嘅得獎者當中之一，所以咧實力咧非常之好嘅，亦都得到即係TDC 嘅幫助啦，可以去到呢一啲東南亞唔同嘅地方啦，就可以聯繫到當地嘅商家或者當地有一啲嘅職員咧，可以幫你哋咧去解決一啲嘅問題啊，令到你呢嗰方面咧一啲嘅聯繫咧更加暢順嘅。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咧你哋創業咧都有4-5年時間啦，創業都係一個唔簡單嘅經歷嚟嘅。喺呢幾年期間咧，由2020年到而家，經歷咗我哋有呢個疫情嘅時間啦。呢段時間咧，有冇啲挑戰啊，令你好即係畢生難忘？又或者有冇啲好開心嘅經歷咧？我諗疫情係一個有危有機嘅情況啦。咁危機嘅話就係因為喺嗰段時間咧，我哋個系統開發，亦都係嗰段時間咧藥劑師比較忙嘅時間，我哋好難喺身上咧知得到點樣令到用藥個系統咧可以幫得到佢哋。但係調翻轉亦都因為呢個 Covid 嘅話咧，大家知道，假如我哋可以喺社區藥房裏面咧，可以更加方便去攞藥咧，令到社區藥房嘅發展咧，亦都係因為咁嘅情況之下推展得更加快。你哋呢個系統咧可以配合緊嚟緊社區藥房發展咧，非常之有意義啦。但係當中咧，其中一個即係要好認真處理同埋對待問題咧，就係一啲病友私隱嘅問題啦。喺呢方面咧，你哋點樣可以確保咧，用你哋呢套系統嘅時候咧，可以令到私隱咧保障咧係十全十美咧？明白，因為對於我哋嚟講，同埋對於我哋嘅用家啦、藥房嚟講啦，佢哋好需要咧下載咧醫健通嘅資料嘅。咁對於我哋去聯繫呢啲醫健通嘅資料咧，第一樣嘢就係資料上嘅安全性同埋點樣嘅保密性。咁所以咧，我哋喺呢一方面咧做咗好多安全嘅評估嘅，每年一次都會做一個第三方嘅認證咧，去睇翻我哋個成個安全流程嗰方面有冇問題啦。咁我哋今年都好彩已經係完成咗呢一個叫做檢測㗎啦。咁所以亦都我哋已經開始咗啦，我哋呢個下載嘅工作。你哋呢個系統咧，除咗可以俾到一啲病友咧一個好清晰嘅同埋一個好簡單嘅用藥指引之外咧，非常之重要嘅一點就係嚟緊可以配合社區藥房嘅發展啦。對我哋嘅社區有咩好處咧？係啊，咁平時大家可能見得到老人家去攞藥嘅話，可能要3個月、6個月去社區裏去醫院嗰度攞藥啦。咁大包細包啦。咁政府係希望就嚟緊用個社區藥房呢個方案咧，就係令到啲病人可以喺社區裏邊攞藥，就可能每1個月或者2個月攞藥咧，可以令到病人咧可以更加貼近佢病情而去攞適當嘅藥啦。第二樣嘢都唔需要好多藥物攞咗6個月之後，發覺原來有啲藥已經係唔啱啦，要轉藥嘅話咧，令到啲藥物咧就會浪費，嗰啲就係大家都會叫為之藥餘啦。咁藥餘對於成個環境保護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災害嘅。咁嗰啲喺呢方面我哋希望可以減少得到呢樣嘢咯。所以對成個社區嘅發展都非常之幫助。Albert，咁除咗增加咗曝光之後咧，參加呢個創業快線咧，仲帶嚟俾你哋有啲咩嘅獲益咧？對於我哋嚟講咧，我哋好希望透過呢個曝光之後咧，去拓展唔同嘅市場啦。咁亦都好需要一啲策略性嘅投資者同埋策略嘅伙伴嘅。咁喺 TDC 嗰方面咧，亦都可以幫我哋咧去聯繫到呢啲嘅唔同嘅策略嘅伙伴同埋投資者啦。咁我哋可以進一步加快我哋嘅進展。會唔會鼓勵下身邊其他唔同嘅創業朋友參加呢個比賽咧？我諗對於每一位創業朋友嚟講咧，得到咧 TDC 嘅認同咧係一個好大嘅幫助。特別對於我哋嚟講，做一啲叫做健康科技嘅朋友啦，對一啲認同嘅話咧，對於我哋嗰個信心嚟講會更加好。咁我哋好希望咧一啲新嚟緊會參加比賽嘅朋友啦，可以第一樣嘢就係集中自己嘅工作啦，喺自己 business 上面啦。另外就可以諗一諗呢個服務上面或者個業務上面可唔可以增加對社會嘅正確影響力。頭先講過咧，你做 preaching 嘅時候咧，其實咧都有啲評判俾嗰啲意見嚟嘅。有冇啲實際例子你記得？哇係喎，佢真係睇到我哋公司嗰個痛點喎，跟住嗰個意見亦都係真係對我哋有幫助喎。有冇啲呢啲例子？有㗎，我諗嗰啲意見同埋嗰啲問題好好啊。咁第一樣嘢就係Albert 你哋做一啲社區藥房喎。咁其實香港本身嘅社區藥房其實嘅數量都唔係好多，咁講緊係700幾間啦。但係假如再講緊嚟緊嘅政府所推行嘅社區藥房，可能只係得80幾間。咁樣點樣可以維持我哋一間初創公司點樣去可以快速咁樣去增長咧？咁對於我嚟講啦，我哋都其實都係一個
盲點嚟嘅，我哋應該要諗緊點樣去發展咧。咁當然啦，我哋會覺得香港係我哋一個試點啦，而亦都我哋希望透過呢個試點增強我哋影響力，唔單止係香港，亦都係東南亞。咁所以呢一樣嘢可以俾到我哋點樣去加速我哋點樣去做一個管理上我哋嘅期望啦，管理我哋成個系統嘅一個擴展性咯。Albert，咁你參加呢個比賽啦，成個比賽嘅歷時流程幾耐啦？同埋當中咧，評判咧俾過啲咩意見你哋公司去改善咧？其實成個比賽大約都前後有3個月嘅。首先我哋會交我哋嘅 proposal 啦，咁之後咧我哋就好彩有機會就係做第一次嘅 pitching 啦。咁亦都喺嗰個 pitching 裏面咧可以晉身到最後嘅20強嘅 pitching， 然後就最後嘅 final pitching， 最後得到10強啦。每年呢個比賽咧，其實都有唔少初創企業去參加啦。頭先講到咧，你哋都可以即係去到最後嗰10強啦咁樣。有冇啲即係 tips 俾我哋嚟緊想參加呢個比賽嘅一啲初創公司？點樣可以令到咧我哋嘅評審咧留下一個深刻嘅印象？我諗嗰個比賽規則啦都寫得好清楚嘅。咁你點樣可以令到評判對於你個 project 嘅影響力可以知得更加清楚啦？亦都知道我哋做嘅 project 裏面咧點樣可以更加擴展啦？咁呢兩個我諗係最評判最想知道嘅嘢。咁嚟緊你哋公司啦，有咩發展方向咧？我哋好希望就喺成個流程裏面咧，我哋喺香港可以更加配合得到咧政府社區藥房呢個政策啦。咁喺2025年啦、26年啦呢部跟住佢哋發展啦。第二樣嘢亦都我哋希望透過 TCC 啦或者唔同嘅機構咧，我哋可以去到東南亞嗰度去拓展我哋呢個系統嘅業務。今日多謝晒 Albert 嘅分享啦，令我哋知道咧你哋嘅系統咧點樣配合嚟緊社區藥房嘅發展，令到病友咧可以得到咧更加合適嘅一個嘅藥物嘅治療啦，同埋減少咧一啲我哋頭先講嘅藥餘嘅浪費。多謝 Albert，多謝晒添。